員工有情緒應該點處置咧？喂，你唔可以話一有情緒就炒㗎係嘛？邊個冇啲負面情緒啊？只不過有啲人可以自己 hold 住，咁有啲人咧就唔爆出嚟都唔得咁。特別後生仔女有幾個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啊？一旦下屬有情緒，你就唔用佢，你就冇人可以用啦。做管理要明白一個道理：用人之長，無不可用之人；用人之短，無可用之人。假如話呢個人乜都好，價值觀同公司一致，忠誠度亦非常高，就係比較情緒化。咁我哋就好好引導啦。喂，咁樣嘅人你都管唔掂，作為管理者，你個寬度就好有限，帶唔到幾大嘅團隊啊。咁針對情緒化員工，我哋應該點管呢？嗱，首先你要明白咧，一個人有情緒，千祈唔好去解決問題，而係先解決情緒。舉例啊，阿小王怒氣沖沖衝入你辦公室，同你爆泡，老細呢件事我冇辦法去做啊。本來件事係唔複雜嘅，但係嗰個咁嘅叉叉部門係一日拖後腿，而嗰個咁嘅叉部門咧又淨係顧住自己業績，交個數都亂七八糟，簡直垃圾啊！我話咗佢哋好多次嘅，仲係唔改。嗱，呢件事我真係唔識做，老細叫大家做啊。請問遇到咁嘅情形，你認為小王係入嚟揾你解決問題嘅，淨係發泄情緒？嗱，答案好明顯啦。喺屋企老婆咁樣兇你咧，你知道唔好俾佢大情緒。點解翻到公司你又發火？呢個小王真係冇用啊！啲問題就有情緒，我請你嚟係解決問題噶嘛，唔係調翻轉頭俾起我受嘅。嗱，佢有情緒，你又高高在上，件事唔使自己解決好啦。正確嘅做法應該係用你嘅微笑化解佢嘅憤怒，即管等佢發泄，佢一邊發泄，你一邊表達對佢嘅理解。哎呀，小王，你坐低先嚇，飲杯茶。我睇到你好努力嘅，做咗好多嘢啊！佢哋淨係識得拖你後腿係咪啊？佢哋淨係顧自己唔配合你，你日日加班都做唔晒係咪？嗱，你一邊安撫佢，佢一邊投你。係咯，佢每講一次係啊，情緒咧就下降10度，直至你睇佢發泄完畢，回歸理性。但係冇咗情緒，所謂嘅問題就簡單好多，甚至有時候情緒冇咗問題，就跟住自動消失埋，因為佢感受到咧你理解佢嘅情緒，佢反而咧會有啲愧疚，唔應該係麻煩你，仲係自己解決算罷啦咁。嗱，咩叫理解人哋嘅情緒咧？就係將佢嘅情緒講出嚟。所以話作為管理者咧，唔好有情緒往你身上潑，你就高高在上咁去評判，或者針鋒相對咁去教育人哋。你應該好好聆聽，去體會對方，將佢嘅情緒講出嚟。嗱，我同你講咧，可以做到咁嘅 level 咧，保證冇乜人你係帶唔到嘅。但係同時有一樣嘢必須提醒你啦，千祈唔好喺佢嘅情緒未回歸理性之前去解決問題。人喺情緒當中咧，智商基本係0嘅，甚至原本再善良嘅人亦會講出啲唔公道嘅話。佢放大自己嘅委屈啦，放大對方嘅問題。佢發緊當禮，你叫佢同你講清楚件事，你真係信你就真係傻咗啦。佢話對方點垃圾點唔負責任，哇！你聽住飆晒煙，即刻拿起個電話，小明你過一過嚟。小明到咗，你問都唔問佢就即刻開屌。喂，你點解可以咁㗎？點解唔配合下小王做嘢啊？你哋玩嘢係咪？哦，小明頭都爆晒，你叫我過嚟問都唔問句就開屌，你後尾我得罪咗邊個做錯咩嘢？呢個 moment 小明即刻點着埋啦，3隻情緒動物開始三角互毆，情緒比病毒傳染得仲快，問題冇解決反而越演越烈。嗱，所以各位領導咧，你要成為情緒終結者，而唔係情緒中計氣，甚至係放大器。員工有情緒你就排斥佢，炒咗佢，咁就係你嘅無能。據我多年嘅經驗咧，反而係有情緒員工忠誠度更加高，主人翁精神更加強，有更多嘅可取之處。嗱，聽邦哥話，從而家開始，好好去欣賞嗰啲情緒化同事，從幫助佢哋開始鍛鍊提升你自己嘅領導力。嗱，仲有管理問題，即管揾邦哥，仲係嗰句，幫得就幫。